即是咱来讲读圣经，加纳太书6章7节到10节。咱做伙来读，请。无伫家己错误，上帝袂武万敌，因为人所压的是啥物，伊也要受啥物。为着家己的肉体压的，要对肉体来修行；恁神压的，要对圣神来修行永活。咱惊毋通失志，因为若无到期未修行，所以也有机会，咱就惊伫正人。伫遐会对神诚做一家的人，搁较着地狱。好，咱下面请杨牧师来为咱证道。各位后埔教会众兄弟姊妹，以及伫线顶甲咱三甲主持的众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加太书读到遮吼，已经是这封批信的上落尾一章啊。伫上落尾一章遮吼，今仔日题目是为着圣神欢喜啊吼，互圣神欢喜。短啊吼，这4节尔，拄则呢，这个开始进前，书会有来甲我道谢，我讲毋免写，这就是新眼光读经，就是这4节尔吼，无特别长啊。问题是读这简简单单的4节呢，咱马上就拄着2个困难的状况伫这内面。第倒个困难呢？第一，咱讲是业什么就受什么，这毋是大家拢知。业什么就受什么啊？吼，国中的时学英语，这去考个几啊句呢，拢相像呢。业什么就受什么，这个 as you sow, so shall you reap。你业什么就受什么 ，as you brew, so shall you drink。你这个酿造什么你啉的就会是啥啦？安尼照样造句足济啦，大家拢知嘛。大家拢知啊，为什么就爱牧师伫遮讲，我会当落去啊？为什么保罗会伫遮咧讲，特别佫提出来讲，但是第二个问题佫较大啦。第二个问题就是，我拢知啊，我顺咧圣神来压，爱温柔啊、仁爱啊、忍耐啊，但都做袂到嘛。这2个难题啊，今仔日牧师就甲大家来分享。这2个其实是相关的，这2个毋若相关，其实要记这2个，大家读安尼，我若是安尼，就甲读过。大家即马甲大家宽免啦，就爱忍耐啦，就爱忍耐啊，啥啦免啦，去车头摕一本静思语啦，写了比我较好啊，是无？这问题就是这个。第一甲第二，我用华语讲，真简单，这2个问题。第一都知道，第二做不到。但是咱的信用毋是安尼，保罗伫遮讲的嘛毋是安尼。即摆来解说。第一，咱讲栽啥收啥，而收所shall reap，这大家拢知嘛，对无？大家拢知嘛，炒菜时，若是盐放较济咧，就咸嘛，真简单的道理啊，就爱讲。问题就是伫遮，咱爱注意看，保罗所讲的毋是安尼哦。什么叫毋是安尼？是毋是安尼尔哦？咱来看第8节，伊所讲的迄个结果是啥哦？迄个结果是啥？迄个结果是说对肉体压的，会对肉体来受败坏，败坏伫这个希腊文的原文是死亡啦。搁来较明显，咱即个拄则台语和日本所读的，为着圣神也会要对圣神来修成啥？永远的活命啦，永活。奇怪啊，哪会压落的修成的是安尼？即种物件，这就严重呢。伊讲的物件真严重呢。即个果子是足严重的呢，效果是足严重的呢。毋是讲一碗汤较咸较正安尼尔呢。是永远的活命，甲败坏死亡，这是一个末世，这个末世的一个景象啊。
咱100年后的景象啊，咱过往了后是有永远的活命，也是就是死亡咧等啦，即个败坏死亡咧等啦。这是有严重的效果的，所以伊咧讲的毋是安尼足简单的吼，讲啊亚三修三安尼足简单的讲过。所以伊咧指的是甲永远的活命有相关的，所以是甲耶稣基督救赎的真理有相关的。伊才特别伫遮咧提出。那安尼，咱来看规本加拉太书，即个批信咧讲的就是啥？咧讲的是一个足简单，嘛是足重要的道理。伊一直咧讲，怎样会当得到救赎？伫加拉太书内面，就是因为保罗离开了后，结果一群人来所教的，就是讲啊，恁安尼无法度得到救赎啦，就爱行割礼，入来即个犹太的团体，修即个摩西的律法，即马就割礼，恁才会当得到救。保罗讲毋是安尼啊，若安尼顺咧安尼行，咧重视即个肉体的代志，吼。安尼，基督伫十字架顶，互钉死即件代志，就甲恁无关系。伊讲了足严重的救赎，毋是对遮来，救赎毋是咧行割礼。所以伫头前咧讲的肉体，顺咧肉体，伊咧讲的就是即项代志最严重，行割礼，行旧的律法。3章3節，这是共一个字啦。恁既然对圣神做起头。这嘛是对比啊！圣神肉体，圣神肉体。恁若对圣神做起头，打就伫肉体正尾吗？尾咧佫转来肉体，哪会着安尼？毋对，毋对。既然是咧讲割礼，啊，毋若是割礼尔，遮个人咧教的，就是讲，即马来得到救，就爱靠遵趁犹太律法来得到救，毋若是割礼尔。咧教的，就是即马大家来要得到救，就爱靠遵趁律法、犹太律法，才会当得到救。保罗咧对抗的，就是即个教示。问题是即个教示，我甲大家分享，这一定爱强调的，就是甲今仔日伫咱的社会、伫咱的教会内面，咱个时常有即种的想法走出来。哪有？咱嘛毋是伫犹太人的社会啊！哪有？即马来甲大家讲，靠遵趁律法会当得到救，这项代志就是我做甚物会当得到救，我做即个行为，我才会当得到救。啊，这足普遍的啦！譬如讲即张图，即马寒天要到啊，随便风台阁袂来，奇怪，11月中阁有风台。寒天要到，真诶，伫迄个中正纪念堂遐，拢会办一个足大。以前办伫放假啦，就是韩式宴就是老年无所在大诶人啊，流浪伫街仔路年诶啊，就有善心诶人就煮食啊，互大家食好饱安尼一顿足澎湃啊，即当呢，迄个。陈建仁副总统嘛有去参加，甲大家勉励啊啥足好诶代志，善事嘛各方诶宗教团体、慈善团体拢有去参与，大家拢看咧这足好诶代志啊。牧师啊，你意思是讲这无好啊？无，我伫遮讲这足好，足好诶代志。我毋知咱内中有人去参这，嘛无一定这啦。我伫来到后埔教会了，即2个月的时间，听到咱后埔教会众兄弟姊妹做足济慈善善良的代志、好的行为来帮助即个社区，帮助咱家己的会友，这拢真好。即马我咧强调的是啥？是靠行为得到救啊！这是顶个月去迄个法坛去做产子超人去帮忙啊帮忙遮个灾民啊，足济少年人啊，所以咱袂用讲啊，这少年人心安尼较冷漠啊啥，哇！我看到足侪人佫家己组织呢，甲现场家己组织，家己帮忙呢。因为讲啊，足侪人看到一阵安尼我一个朋友少年人伊家己有一个 NGO 一个非政府组织伊就帮忙组织帮忙分派帮忙组织来搬物件啦，倒位帮忙安尼，这拢足好诶。我强调，我即摆毋是讲这个行为无好。是咱人会去想讲，我做这会当较近我上帝，会当得到救。这个想法是危险的。为什么？你做善事毋对吗？
我着搁强调一遍，着毋是讲做善事毋对，是咱人会感觉讲做善事，我着较有法度得到救。这是咱人的性啊！什么意思？咱人就是拍拼的，爱看到收成嘛，努力有结果嘛，有好的结果嘛。啊，我拍拼啊，我做善事，安尼我嘛有好的结果嘛。吼，这是啥？不教嘛讲啊 ，nirvana 啊，这都是有这好的轮回啊。吼，回向啊，做善功有回向嘛。吼，有福报啊。吼，做功德啦。哦，就是即句啊，做功德啊。咱即个心内，即做功德的即个心啊，是足重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合人的性啊，拍拼有得到好的结果，这合人的性。问题救赎这项代志，毋是安尼。因为咱生命的代价是太大太重咧，所以是靠耶稣基督，独靠耶稣基督的恩典。这毋若是咱的宗教，咱民间宗教尔啦。天主教就是安尼，宗教改革要对抗的就是这。因为你看几啊千年哦，千几冬来教会嘛，走往迄个方向去。这幅图是天主教内面最重要的一个教师。这幅图叫做约翰的天梯啦。一个楼梯啦，吼！啊，即个面顶的都是正圣徒啦，一阶段都是正圣徒，每一个圣徒代表一个德性，吼，仁爱啦、温柔啦、宽容啦、慈悲啦，安尼一站一站爬起哩，甲面顶吼到伫天堂啦。啊，有人就失措就落落来啦，吼！这幅图足出名的吼，这幅图吼，我讲的就是这幅图。这幅图是存伫即马全世界上古早阁有咧运作的修道院啦，伫埃及叫圣卡塔琳娜圣凯撒琳修道院内面这幅图，迄个时阵阁没有油画，伊即个会当固守甲安那，伊是用啥？用迄个 beeswax 蜂蜡甲粘起，所以甲当12世纪啊800几栋啊，即马熟过安尼足清楚。但我重点是要甲大家讲啊，毋若是民间宗教，天主教会几啊百年，算1000年来的教师嘛是安尼，叫大家讲，就爱爬即个德性的用德的楼梯，安尼好好啊爬起哩。啊，我就问啊，安尼是毋是靠咱做啥就会当得到救赎？这背后咧的想法就是安尼，我做遮的好行为，我就会当上天堂啊！安尼靠的是耶稣，也是靠我家己，啊，毋着靠我家己。所以保罗咧讲的就是这啊，毋对，咱袂用安尼想，咱袂用安尼想，这是有问题啊！救赎是独靠基督耶稣的恩典。啊，这个恩典是上帝白白赏赐予咱的，这点足重要，足重要。但是咱思想咧行为的教会教是思想走袂去，走偏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的性啊，人的性啊。今仔日过来甲大家讲下，为什么这点重要？因为这实在太宝贝。所以，这个恩典独就是恩典啦，救赎就是恩典啦。若是拍拼，就会当摕到，迄都毋是叫做恩典，迄就叫工资啦。做工爱得到价嘛，得到工钱嘛，迄叫做工钱啦。但是工钱是咱人的想法较简单啦。咱人去想讲，我拍拼得到工钱嘛，真简单嘛。所以咱人的性的畏遐去，一直咧想讲拍拼安怎得到啥啦。这是人的性啊，这是第一点啊。受割礼这项代志，伊咧对抗的是这个想法。过来一点足重要的，甲割礼相关的，我本来要读到这节，但是我真爱讲无。咱来看加拉太教会迄时真实的处境是啥？是遮个咧教示人要受割礼的人，家己无爱做，就是安怎啊？13讲啊，因。受割礼啊，连家己嘛无要受律法啦，独就是叫大家爱受割礼，安尼就会当肉体来夸口讲啊，我比你做了较济，安尼因为安怎行为就会当比较嘛，行为就会当比较嘛
我知影有诶团体会安尼啊，你寄付偌济吼，你寄付偌济会得摕着啥啦？摕着一个领卡啊，哦啊，佮寄付偌济会当穿啥物外套？吼，足明显诶嘛，穿咧大家就知影勘站无共，会当比嘛，好比啊。所以加太教会就是安尼，伊嘛是即阵人咧叫遮诶信徒受割礼，啊，家己无爱做啦。这就是我真咧甲大家分享诶。啊，就地沟嘛，一直要倒互别人，而且这内面底若是烧水呢，可能捌硫酸啊，一直要甲歹物啊倒出来，安尼应该是家己无要守啊，专门来克别人讲来即本圣经内面吼，摩西的律法吼，摩西的律法吼，这要克别人足简单的吼，足侪条的，是安尼啊。过来，咱来问一个重要的问题，咱做基督徒爱问即个问题。小等下牧师，你讲割礼袂晓得着救，啊，毋是独是恩典啊？咱得救是根据即个恩典，是因为信，毋是割礼，毋是即个礼。啊，为什么咱遮强调洗礼？咱尼西亚圣经，咱长老教会宪法内面讲，咱是。尊叹尼西亚圣经内面的信仰告白，尼西亚圣经讲咱告白一个会当写做洗礼，请教一个啊，牧师啊，你拄则讲毋是靠礼，啊要靠礼啊，即摆为什么是洗礼？为什么洗礼就会使？为什么是割礼？为什么安尼袂割礼？啊，咱这洗礼算啥？毋是本着即个信心就好啊吗？因为洗礼是耶稣教的。咱若是信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安尼啊，耶稣教示咱爱安怎做，咱就爱遵谈嘛，是无？是基督耶稣吩咐咱的使命啊！伫即个大使命内面，马太福音上落尾手讲，咱就爱出去啊，门就爱出去啊，甲因行洗礼啊，互因归伫白囝圣神的名。过来，这是一个救恩的宣告嘛。相反，伫马可福音上落尾手，耶稣讲，信来受洗礼，要得着救啊！这是耶稣教示咱的方法，咱就信，就安尼尔啦。咱信耶稣嘛，啊，耶稣甲咱讲，安尼会当得着救，好，安尼咱照来行，就安尼尔。过来，洗礼啊，耶稣家己有做无？有啊。拄则讲加太教会遮咧讲啊，受割礼，啊，家己无爱做。耶稣教示讲，着受洗礼，伊家己毋免受洗礼，伊嘛受洗礼嘛。伊家己嘛吼，行洗礼约翰洗礼嘛，吼耶稣家己做咱的模范，嘛受洗礼嘛。第三是我家己加的啦，我家己的看法啦，吼，就是讲这是医学的原因啦。割礼甲洗礼的危险是无共的啊，割礼是痛较哪啥咧，啊足危险的啊。伫创世纪内面，雅各的遮个囝要去甲人烧台，安怎？先甲迄个城迄庄的人骗受割礼。第二天，迄每一个查甫人讲听甲哪啥的事，刀啊摕入去甲刣死。雅各讲哦，恁哪会做即种遮干巧的代志？迄时割礼是足危险的，伫打嘛是啊，伫打嘛是嘛，哈，查甫人啊无卖麻醉啊。挂看卖啊，看会疼无啊？哈，这是危险性是大无共啊！不能比喻。你洗礼安尼，你讲洗礼会感染，有啦，你用足垃圾的水有可能啦，但迄危险无啊危险。割礼是足危险的啊！刀安尼挂落，嘿，足危险的。好，过来，第二个困难呢，较困难啦。哦，较歹解释，就是啊，牧师，这我拢知啦。哦，困难啦，凭信心，我都要行出圣神的几个轨迹哦，我拢知啊，做袂到，我软弱。好，我来讲一个故事。20几年前，嘉义有一个庄卡所在，哈，六卡啊，伊规个乡社。到一间国中叫六家国中啦，伫蒜头村，伊六甲乡上大庄的就蒜头啦，吼，蒜头村六家国中，
啊，我因为迄个时阵配合乡村福音报道团的事工，带一阵我的学弟学妹吼，甲即个美国来的青年做伙去办福音队，吼一礼拜外的时间，嘛是甲即个囡仔吼相处了真快乐，嘛是传福音予因吼，嘛邀请因我无教会。因为乡村福音报道团的使命，就是去甲台湾还无设立教会的乡社设立教会，所以迄时迄阵无教会。打即马啦，规个六角乡嘛一间长老教会尔，伫古林、旧林啦，规个六角、规个六骹，就一间教会尔，嘿，嘛无伫蒜头，无伫蒜头。好，我去，大家就好。我这个学弟妹足优秀的，我拄好昨昨日找到几张相片，这是20几年前，我去办活动吼。迄个曾化庆，外文系，后来即马是竹北胜利堂的师母，伊后来嫁一个翁伫荷兰熟悉一个硕士，后来嘛献身读神学院，即马是竹北胜利堂的牧师。即个我甲伊共组，叫受惠，伊这足优秀，伊是医学系的学生，即马伫高雄咧做医师。好，结束，我讲，我就甲大家勉励啦，我就甲我这学弟妹讲吼，咱安尼吼，甲咱咧放炮共款啦，一礼拜啦，对因的生命中间，伊可能第一遍，这学生第一遍听着福音啦。煞咱咧吼有一个导游，咱就走吼。我感觉安尼无妥当啦，无啦。就学生嘛主动来邀请讲哥哥姐姐吼，你什么时候再来看我们？我讲好啦，安尼吼，咱2礼拜后吼，因为佫暑假嘛，咱2礼拜后吼，佫来办一个福音的即个营队。我嘛甲迄个乡村福音报道团遐讲啦，我讲吼，这吼，我感觉吼这。种野落吼，而且打铺衣咧大汉吼，咱较紧来设一个即个福音中心。乡会总干事吼，迄个牧师嘛足紧的吼，就开始咧找厝、洗厝、佫去。伊讲美国一个退休的人吼，就愿意献身啊，伊嘛有读神学院吼，我就甲派来遮啦。好，2礼拜佫继续吼，管到即个福音的即个聚会邀请囡仔佫来，因为去。打营队的时是无教会，也无教会，即马野种类打铺伊，哇有教会感谢主较紧吼，来弄一个有一个教会引出因来，好来1礼拜、2礼拜，我看到学生吼，迄种面，甲几个学生面拢青顺顺，无快乐我想讲，即马是安怎？带这个活动，我家己拢感觉也袂歹毋是我带，我这个学妹带。过来佫青顺顺，讲要教因功课嘛，佫面佫青顺顺，即时我心情就开始咧歹我想讲，这是安怎？拜托咧，嘛足拄好这2个。外文系的书卷奖医学系的书卷奖都前3名咧。你即马青顺顺面青顺顺是咧顺几点诶？我看因考试的分数除以2，莫讲除以2，除以3，恁这学生大概拢考袂掉吧？考袂到这分数吧？这面这臭是安怎？佫来，一工安尼看，甲这福音中心的负责这团队，我甲伊讲话讲的，伊就一直对我笑，我就感觉毋对。传道，对不起，我听不太懂台语。哈？你遮济所在好排你遮济人好排，我随足想要电话就打咧去，因为迄个总干事、迄个牧师阮熟悉。陈牧师，你哪会派一个袂晓讲台语的来啦？做好因工作要安怎？过一阵有人甲我讲哎呀，无话你敢知6月的时发生一件代志我讲安怎？伊甲我讲这是我的见晓台啦，我甲大家分享。6月时，伊讲迄个六角乡，伊摕新闻互我看，六角乡发生这个，有人用迄个低调就改成迄个低调
做工厂，做啥呢？迄个炮啊，地下炮啊工厂啦。讲6月时啦，吼，着学生，着学生的爸爸妈妈嘛伫迄内面。6月时一工讲，砰一下，爆炸啦，死要10个人啦。我今仔日，吼，昨日我阁找着迄个新闻画面，遮。伊这监视器是倒位的？迄时20几年前，迄毋是讲即马路呢拢有监视器哦。伊即个监视器是边仔的国小的监视器，因为迄部材威力伤大，砰一个边仔国小的窗仔门拢破去啦，砰一个无去，下骹的字足恐怖，我就无读啊，大家家己看偌严重啦。我感觉我心内实在足见笑，足惭愧。人出门回来是无老母呢，回来结果去迄个现场看，剩啥？剩黄锁啊围起来，刑事鉴定现场啦。迄要捡火斧拢无呢。3天后我找着，3天后检察院去报告去调查，因为嘉义县几啊起后来佫发生迄地下炮工厂爆炸，严重之灾啊！检察院去调查，检察院调查佫讲，哦，这个威力惊人呐、啊！迄现场哦，迄毋是讲迄个无火斧尔，迄连工料拢毋知伫倒呢，规个平啦，3天后佫规个平，草啊拢用要发袂出来啦！人是死老爸老母。早出门回来，结果无老爸老母呢？我一个大学生，搁咧顾念讲伊对我无笑容，见笑啊，见笑。但我甲即项代志甲大家分享，为虾米？因为这互我足大的提醒，咱来做善良的代志，咱来做服侍，咱出门来服侍。来到教会，来到什么所在？迄个人的罪性是偌重呢？佮规日咧想家己啊！啊，哪会迄个舞台毋是我啦？哎呀，哪会我的人？我唱歌哪会大家破声无吹较大力的啦？我哪会无摕着麦克啦？哪会无甲我尊重啦？出来做善事，但是咱做善功，咱来做。教会服侍，心内阁检采质感，咧想的拢家己啊，就哪像我杨某美人当初共款，想的拢家己啊，煞毋知即个学生是出门回来无老母呢，捡火斧拢无呢。我咧想的竟然是伊无笑容，见笑，有够见笑。后来安怎？我就甲大家讲啊，你看做善良的工，但是咧饲的拢是啥？心内迄种骄傲啊！你看我外高，你看我，佫毋是我外高，我学妹外高。你想的拢是这呢？啊，有够歹代，有够见笑，总是上帝的圣性光照。后来等于我甲遮的学弟妹18个人调组织，我讲。咱安尼，咱就是无共款。咱无共款是啥？因一直咧讲，咱就离开啊，转来台北啊。无，咱来排班，每礼拜咱拢排2个人落去带遮个团契活动。哦，一开始嘛有人安尼吼，皱眉头。学长，很远呢，迄坐车袂够呢，迄个时阵佫有车甲布地甲铺主，啊佫请迄个团队，统联佫有坐甲铺主。我讲坐甲铺主4点钟啦，啊，咱安尼18个人，一礼拜2个人，拄咧就9个礼拜轮一遍嘛，啊，一学期较加轮2遍嘛。咱一学期的时间，敢毋当奉献2个周末，2个 weekend 就好，2个周末拜六拜日伫遐来陪伴遮个囡仔。哦，因听了，愿意。哦好，来排班，来排啊，好，真正
两个一组安尼，就9礼拜轮一遍嘛，慢慢陪伴因，渐渐就会团契嘛。迄个时阵教会才打成立啊，福音中心打成立啊，慢慢就有教会嘛，教会就起来嘛，一冬后差不多20几个人聚会啊，搁来30个人，搁来甲大家分享。2012年，我搁去乡福的迄个福音队的迄个训练营，我看到迄时的学生，伊讲我受到造就，我伫蒜头，迄是本地我无听过福音的所在。我国中的时有大哥哥大姐姐来，我听到福音，我即摆信耶稣，我即摆读大学，我嘛要转去出福音队帮助我共乡社家乡的遮的弟弟妹妹。搁来2015年、16年，我拄着遐个学生，伊考着台法律系，即摆已经去南投做检察官，果子啊，无放弃，渐渐结出果子。但是这毋是我熬，我拄则讲过啊，甚至这是我见效代啊，这毋是我熬，是上帝圣神怜悯。上帝圣神的工作，毋是我帮伊考试，毋是我互伊即个救恩，拢毋是，是上帝圣神的工作。你讲啊，这甲阮做的教是有原因吗？有，其实伊即句话毋是一个命令尔，伊是一个应允啦。为着圣神，也会要对圣神来修正应允。伊即个为着，即个红色，即个为着，伫原文是 as， 一个对加圣神来是 ek， 即两个介系词，希腊文的介系词，这足歹翻译的，但是就是因为即个奥妙，就是伊用的即个字是有几下意思，迄毋若是为着，迄是关乎圣神的，迄是要入去圣神，迄有一个入去迄个感觉，吼。这无法度完整的翻译，迄是有一个感觉，迄是咱是毋若是为着圣神咧亚，咱是为着圣神，咱嘛是要入去圣神的内面，甲圣神的同在。若是安尼，圣神嘛会帮助咱，是靠圣神要对圣神出来的是永远的画面，是圣神靠圣神借由圣灵，是靠圣神嘛是为圣神出来的果子是永远的画面。是圣神的帮助，咱若是定义是要入去圣神内面，甲圣神同在。安尼圣神所上帝所应允的是对圣神来，咱要修成应允。所以咱靠的毋是靠家己啊，都毋是靠家己啊，靠家己就是咧功德啊，功德无效啦，正是啦。而且咧做的迄心内偌济歹代啊，歹物啊。徛伫台顶这个人啊，用家己的见晓代甲家己的见证啊，都是安尼尔。所以咱是做会到，因为是为着圣神，是圣神互咱做会到啊。修成的时间啊，嘛无止站，无放弃，无止站啊。到期的修成，到这个期上，伊特别用啊，开路途伊倒特别是因家己的啊，因家己的时间，因家己的即个到期，毋是咱来讲到期啊来修成，毋是咱做即个做残人啊到期啊来修成，毋是因家己的时间会修成。上帝会看，上帝圣神毋若帮助咱，而且会修成的时间是因家己的时间。所以咱无累字啊，咱免惊吓，是因家己的时间。最后，今仔日经文最后特别来讲啊，也有机会就行好伫正人，伊是免力。所以我拄则讲，伊毋是讲做遮个善良的代志，遮个服侍毋对，佮鼓励啊，是迄个咱是本着什么心来做，用什么的态度来做，用什么的人物来做？咱即摆人物讲是个性神来做，真好。保罗最后第10节讲啥？也有机会就行好伫正人。我伫拄则迄个例，我就讲也有机会就行好正人。我是无去问这个学生啦，但是问在座的大家啊，什么叫做有效爸母？有效爸母爱趁伊个伫咧时啊，毋是讲过往了后办一个偌澎湃、偌水气的即个仪式安怎啊？
趁有机会就行好伫正人。我是举一个较剧烈的例啊。咱伫教会啦是啊，趁有机会行好伫正人啊。安怎特别讲，伫遐个对神诚做一家伙的人，就更较着注意啊。那毋是讲别项，直接咧讲教会内面对神诚做一家伙的人，咱对神诚做一家伙。伊特别讲着较注意，为虾米？自身躯边的人开始嘛，自共款有信仰的人开始啊，较好开始啊。这原因是安尼，为遮做起头，吼。惊这神事，咱第一个来想的啊，就为什么啊？咱就对教会咱的这兄弟姊妹拢无注意，啊，讲要去外远的所在去做志工啥啊？这我感觉吼，这伤虚啊啦。所以伊的这个勉励啊，真有道理。对咱身躯边的信仰团体一家伙人开始啊，希望安尼，互大家会当有一个对这段保罗的分享。会当较理解，嘛对救恩、救赎、甲洗礼会当佫较理解。咱三家头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感谢你，主你赐圣囝耶稣基督救赎阮，阮本底实在是不配啊，实在是济犯罪的人啊，阮心内有足济歹的这心思意念，你拢知。主总是阮信靠你，阮相信你的圣神会帮助阮，互阮成做一个真正是会当活出基督的性命，做基督的见证的门徒。望你甲安尼的愿望，安尼的动力，安尼的气力，享受伫阮每一个信徒的心内。我祈祷奉主耶稣的名。